Hello，大家好。基本日咧，我哋第二下看呢個草古前嘅熱帶櫻花嘅含到風鈴木係一種樹類嘅，一開呢種粉粉色嘅，從喇叭花用嘅花，係講佢開九條嘅花。真係安江，呢條就係佢安多咯。旁邊本係有了拍攝，拍攝看不蠻多嗬。你睇下就安多嘅花瓣咯，本地就安多紅粉色嘅下來。再用心咯嗬，感謝觀看影片，期待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